本上看个30秒之后，你会想打掉他的这小法吗？还有，我是伍思翰。我们今天呢在拍我专辑里面的第7首的 MV， 它是 Vivi Lin 寻找 Search。这首歌的整个氛围非常的，我觉得很意境感，然后是一种很迷茫、很迷失的感觉。其实这一次的这一首歌《Searching》寻找这首歌的音乐制作，我其实是跟一个非常神秘的音乐制作人一起合作。然后呢，他是施罗跟易清的音乐制作人。皱眉，没有皱眉是一个感情的，对，因为你这首歌比较淡，但我不确定你喜欢的。可以啊，我觉得皱眉是 OK 的。对，这中间好像对有一点出力的时候，对，微出力。这首歌其实当初在写的时候，刚好是专辑里面进入到一个 searching， 就是在寻找的一个过程，就是迪布斯这个女孩，她在这个部落里面，这个森林里面迷失了自己，因为她前面1秒还在谈恋爱，然后呢，她就耳边又在传起她妈妈在她耳边唱的摇篮曲，于是呢，她就跟男生 say goodbye， 然后就进入到了这个森林，然后开始找寻自己。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？这次在绿棚啊，就知道我们要放一些比较特别的画面，然后例如说，我跳一点也不像现代舞的自由发飞的舞蹈，然后还有一些手部的一些动作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画面融在一个地方。Into the end now, into the end now。对，我在那讲着换尺度，你要开始脱了。我觉得是可以直接跳下去。很期待你们接下来要期待，因为每一支都有不一样的感觉，要 follow。现在我要说什么呢？敬请期待，拜拜。